各位網友，大家好。嗱，上個 video 咧就同大家回顧過2025年整體宏觀經濟嘅大環境啦。咁對於2026年咧，我基本嘅睇法咧就係2025年，特別係後半年嘅延續，又或者翻版嘅。咁所以對於經濟增長嚟講咧，應該咧就會同2025年差不多嘅。咁我呢個睇法咧就同 IMF 最近嘅一個預測咧係吻合嘅。嗱，IMF 咧就認為2025年咧全球嘅經濟增長就3.2啦，26年咧就去到3.1。而一啲大型嘅經濟體系，譬如美國又或者歐洲咧，25同26年嘅分別不大。嗱，加拿大咧，唯獨是咧就係比較有一個好啲或者樂觀啲嘅睇法嘅，即係由2025年嘅1.2就升到咧26年嘅1.5。嗱，不過咧呢個睇法咧，我覺得可能係過於樂觀嘅，因為如果你睇下加拿大央行嘅預測咧，26年咧應該都係維持喺1% 左右。嗱，唯獨是咧有兩個國家咧，IMF 咧係持一個比較負面嘅睇法，包括就係日本啦，同埋中國。嗱，對於中國咧要有一個特別啲嘅解讀嘅，因為 IMF 咧一路以嚟咧對中國嘅經濟咧都係睇淡嘅，咁所以由2025年嘅4.8%，佢覺得會跌到4.2咧，係一個一貫以嚟嘅睇法，所以大家亦都唔需要咧過於咧有啲乜嘢嘅驚奇。咁所以整體嚟講咧，26年全球嘅經濟，你話佢會好差咩？又唔見得，即係話會出現一個大型經濟衰退嘅可能性咧，相對地微嘅。不過調翻轉頭，你話會唔會又爆升咧？我又睇唔到嗰啲咩因素。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就係中中間間，又或者咧比中間稍為弱少少。咁呢個咧就係2026年嗰個基本嘅走勢啦。咁你話呢一個圖畫對金融市場有啲咩影響呢？咁嗱，好多人咧都會有一個睇法，亦都係相當地邏輯嘅，就係如果個實體經濟好咧，個金融市場特別係股市咧就會好噶啦。如果個實體經濟差咧，個股市都會差嘅。嗱，呢個睇法咧其實係錯嘅。點解咧？因為一路以嚟咧喺我個 video 都解釋過幾次。金融市場嘅資產價格咧，其實係建基於佢對未來嘅一個預判嘅，即係一個 forward-looking 嘅 element 喺度嘅。嗱，例如你睇債市咧就好明顯㗎，因為唔同嘅債息咧，其實係代表咗金融市場預計未來1年甚至乎5年佢個 inflation 係幾多，又或者聯儲局未來會加減幾多息，呢啲咧全部咧可以從唔同嘅債息裏邊咧計到嘅。如果係睇股市嘅話咧，亦都有同樣嘅一個 forward-looking 嘅 element 去預計，其實整體嚟講嗰啲公司嘅盈利增長會有幾多。咁所以如果你要將實體嘅經濟同金融市場嘅資產價格作為一個比較嘅話咧，你就要問究竟佢呢一啲嘅期望對於未來嘅睇法，同真真正正個實體經濟其實會唔會有一個脫節？如果有一個脫節嘅話咧，嗰個 pricing 咧就會有一個幾大嘅調整啦。咁所以問來問去咧，喺行內就話其實而家究竟 price in 咗一個乜嘢嘅大圖畫咧？咁我就用翻咧喺上個 video 裏邊咧俾大家睇嘅一幅圖。嗱，呢一個咧就係綜合指數嚟嘅，即係代表咗唔同嘅資產價格，其實市場而家係個心好紅啊，定還是好悲觀咧？咁好明顯咧，而家嘅 pricing 咧係非常之樂觀嘅。從指數嚟睇咧，就喺過去10年裏邊咧，其中一個最樂觀嘅環境。咁所以第一樣嘢，大家都會即刻問啦：實體嘅經濟唔係真係咁好嘅啫喎。雖然你話唔會有一個大衰退，但係亦都唔係咁好。點解個市場嗰個樂觀情緒咁高咧？咁嗱，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就話，其實如果你睇下唔同嘅 pricing 咧，就已經去到一個咧所謂 bubble 或者泡沫嘅狀態啦。咁所以今個 video 咧，我特別抽取咗5個好明顯，我認為重要嘅 signal，又或者 indicator，
而呢五個 indicator 咧都話俾大家聽，唔同嘅資產真係進入咗一個泡沫嘅階段。嗱，睇第一個 indicator 先，又或者第一個 signal 先。其實喺過去咧，我都講過啦，就係美股而家嘅估值咧，肯定係偏高嘅，特別係 PE。而我用嘅 PE 咧，就係 cyclically adjusted PE 或者 Shiller PE 啦。喺過去嚟講，100年而家係去到40，已經超越咗1929年嘅32。而相比即係2000年嗰個 Dot-com Bubble 咧，只係爭少少嘅啫，因為當其時咧係去到44。嗱，另一個去衡量美國股票市場係咪超賣咧，就係睇下究竟你買股票個預期回報率同你買美國國債嗰個回報率個相差係幾多？而家咧係接近零嘅，即係話你買國債未來10年嘅回報同你投資喺美股咧，基本上邊就一樣。而呢個情況咧喺過去歷史裏邊咧，只係出現過幾次嘅啫，亦都係即係1929年或者1930年啦、70年啦同埋2000年。咁所以咧，從美股嘅估值嚟講咧，你好難咧就話而家咧唔係去到一個泡沫嘅狀態啦。嗱，除咗美股之外咧，你睇下美債咧，其實咧嗰個價格咧亦都係非常之癲嘅。特別你睇下，即係所謂美國嘅垃圾債回報率，同美國嘅政府發嘅債券嘅回報率相差係幾多咧？只係得3%。嗱，呢個情況咧喺過去嘅20年裏邊咧，只係出現過幾次，就係喺2000年之前嘅 Dot-com Bubble 咧，同埋咧呢個08年嗰陣時咧，去到一個咁癲嘅狀態。咁你話喂3%點解係好癲咧？咁嗱，我就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同大家説明一下啦。如果你而家買美國嘅國債，可能大約係3.5%嘅回報率啦。如果你買同樣年期嘅所謂啲美國垃圾債券，即係 below investment grade，你可以攞到幾多嘅回報咧？係6.5%咁上下，即係話個 difference 咧就3%。咁你話喂3%都幾好啊！嗱，唔好忘記呢一啲係垃圾債券啊嘛，即係話咧佢好大機會咧佢係會 default 嘅違約嘅，即係話你一毫子都攞唔到。咁喺歷史裏邊，on average 佢個違約嘅機會係幾多咧？係4至5%。咁即係話而家市場咧認為未來呢一啲垃圾債券會違約嘅機會咧係遠比個 historical average 咧為低嘅。咁即係話咩啊？即係話個市場又或者個經濟一定要好好啦。如果經濟唔好，呢啲垃圾債券個違約機會就會高㗎啦嘛。所以如果從呢啲所謂垃圾債券嗰個價格或者回報率嚟睇咧，就代表市場而家咧係對於未來嘅經濟咧個預測係好到不得了嘅，係歷史裏邊其中一個最低佢會違約嘅機會。咁你話，咦？而家嘅經濟係咪好得咁緊要咧？當然就唔係啦。咁所以從呢一點咧，你睇到嗰個債券嘅價格咧，亦都係去到一個 bubble 嘅情況啦。嗱，而第三個 signal 咧，我就用股神巴菲特，因為巴菲特咧喺唔同嘅場合咧，佢都會話：喂，點樣睇到美股係咪超買咧？就係睇下 S&P 500，即係美股嗰個嘅 market cap 個總值同美國嘅 GDP 相比嚟講係爭幾遠咧？亦都係創咗一個歷史嘅新高嘅。即係而家美股 S&P 500個總值咧，係接近175%嘅 US GDP，咁呢個係歷史裏邊咧未出現過，比2000年嘅 Dot-com Bubble 咧還要高嘅。咁所以如果你睇下 Warren Buffett，當然佢而家就退咗落嚟啦，佢成間公司係 hold 住幾多 cash 佔佢嘅 portfolio 嘅比例咧，亦都係歷史新高，係30%嘅。嗱，除非咧，大家覺得 Warren Buffett 咧已經老到一個情況咧，就係即係腦筋出現問題，傻傻地就 hold 住好多 cash，或者咧驚住咧蝕錢。如果唔係嘅話咧，hold 住咁多 cash，即係代表佢覺得而家美股係太貴，冇乜嘢係值得買，因為佢係一個 value investor 嚟㗎嘛。咁所以就話佢等機會
因為佢最重要其中一個投資策略咧就話耐心等一個適當嘅時機，然之後重錘出擊。咁好明顯呢一個就係而家嘅狀態啦。啊，除咗股神巴菲特之後咧，第四個 signal 咧，我就用另外一個嘅股神，而呢個股神咧同巴菲特咧係完全咧唔同嘅思路嘅，佢就係 Ray Dalio 啦。佢睇乜嘢咧？就係睇下究竟整個股市嗰個嘅財富同個 total money 嗰個嘅比例。嗱，譬如你有100股蘋果，咁而家蘋果嘅股價大約係即係270蚊、280蚊度啦。咁即係話喺個 portfolio 裏邊咧，你有個財富咧就係27000蚊，又或者28000蚊嘅美金啦。嗱，呢一個咧係你嘅財富，但係咧唔係代表你嘅錢喎，因為你一定要將你手上邊嘅蘋果股票賣咗，先至變咗實錢噶嘛。即係話有人要真係 hold 住啲真金白銀向你買嗰啲手上嘅蘋果股票，當你將蘋果股票轉做實錢嘅時候咧，你先至可以愛嚟買嘢噶嘛。例如你日常生活要去出去食飯、買餸，甚至乎去旅遊，呢啲咧先至係真錢。嗱，呢個咧就係 money 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究竟你嘅財富同你個 money 其實係唔相對嘅。咁 Ray Dalio 咧就話，如果你個財富嘅總值同你個 money 喺成個社會嚟講係相差好遠嘅話，大家就要小心啦。正如呢幅圖就睇到啦，喺1929年嘅時候，同喺2000年咧，就同樣發生咗一個咁嘅情況，就係個估值同個錢嗰個嘅比例係去到400% 嘅。咁呢個咧好明顯，亦都係進入咗一個 bubble 嘅狀態啦。最後嘅一個 indicator 或者 signal 咧，當然就要講翻所謂嘅 leverage 啦，即係個槓桿。喺我過去一個嘅 video 裏邊咧，都重複提過。如果你睇翻歷史嚟講咧，點樣知道一個社會整體嚟講係咪去到一個 bubble 嘅狀態咧？就係睇下成個社會有幾多嘅槓桿。不過今天去量度槓桿係相當之難嘅。因為好多銀行因為規例嘅監管咧，佢嘅借貸已經唔可以好似以前咁癲，所以你睇銀行嘅 leverage 咧，喺今天咧絕對咧唔係一個難以想像或者超標嘅狀態，因為佢受到個法例嘅監管。所以今天嘅 leverage 咧就要去一啲喺所謂大家視線裏邊或者大眾視線裏邊睇唔到嘅嘢。例如以前我都講過啦，private market 即係一啲私人嘅借貸，我借錢俾你，你點知我借咗幾多錢俾你？又或者嗰個嘅條件係幾多咧？呢啲全部都唔係一啲 public 嘅 information，因為私底下去解決啊嘛。不過當個 leverage 或者槓桿去到某個位，自自然然咧都會喺某一啲嘅地方咧擠咗出嚟咧，俾大家睇到嘅。我用嘅乜嘢咧？就係睇下喺全個美國嘅金融市場裏邊一啲短錢嘅流動，就有一個叫做 repo 嘅 market，特別喺美國，亦都係好多嘅金融機構咧都會用佢嚟借短錢嘅。嗱，呢幅圖咧就睇到喺嗰個 repo 嘅 overnight market 裏邊，嗰個 volume 由2023年咧係升咗3倍嘅。即係話由大約1個 trillion 咧升到而家超過3個 trillion。咁你話呢一樣嘢背後反映咗啲乜嘢咧？嗱，如果大家仍然記得我另外一個 video 咧，就講過聯儲局而家要開始放水啊嘛。放水嘅原因係因為個銀根開始越嚟越即係縮啦。咁因為大家借錢喺個 repo market 裏邊借得咁犀利啊嘛，所以個銀根咪越嚟越縮咯。咁所以就問，喂，點解大家喺個 overnight market 裏邊借得咁犀利咧？就因為一啲 hedge fund。hedge fund 咧，原來最近咧有一個好流行嘅玩法，就叫做 treasury 嘅 basis trade。咁簡單嚟講咧，就係 long treasury，然之後咧就 short treasury 嘅 future。咁當然呢個係比較 technical。而呢一個 trade 咧，其實嗰個 profit 咧係好細嘅。咁唯有你就用好大量嘅 leverage 就將呢個 profit 嘅 level 咧放大佢，
咁呢個 leverage 係去到幾多咧？係10倍，甚至乎15倍。咁而聯儲局咧都有一份嘅 paper 係講，喂，點解嗰個 overnight 嘅 market 或者 repo market 會增長得好犀利咧？就係呢啲海外註冊嘅 hedge fund 公司就玩呢一啲嘅 treasury 嘅 basis trade，而呢啲 treasury 嘅 basis trade 就用好大量嘅 leverage，以至到咧佢喺個 overnight market 裏邊要借錢借得咁犀利。嗱，當然呢個只不過咧係其中一個例子。正如我正話都講，因為而家嘅 leverage 咧其實係藏得好深嘅，只可以用呢啲旁敲側擊嘅例子。其實你睇到咧，成個金融體系裏邊咧，唔係喺個銀行裏邊出現一啲所謂嘅槓桿，而係其他位慢慢你睇到個槓桿咧就擠咗出嚟。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咁所以咧，我就用咗5個我自己覺得都幾明顯嘅 signal 去話俾大家聽，整體嗰個投資環境，特別係美國嘅投資環境咧，係進入咗一個所謂 bubble 嘅狀態。咁個問題咧就係，就算你知道都好啦，係好難去 predict 究竟咧佢幾時會爆，係咪2026啦、27啦、28定29啦？又或者當佢爆嘅時間喺到乜嘢爆炸嘅情況咧，係咪會影響到實體經濟咧？定還是只不過嗰個嘅 correction 或者調整係喺個金融市場裏邊咧？呢啲咧都係好難去預計嘅。咁究竟喺咁嘅環境裏邊，作為一個即係所謂普通嘅投資者，即係唔好玩嗰啲好複雜嘅一啲 option strategy 嚟到去做一個 protection，即係普通大家都係可能買股票啊呢啲咁嘅環境，其實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做嘅咧？咁我就留待下一個 video 咧先至再講落去啦。再見，拜拜。